那我们赶快来看做丝瓜小笼包，我们需要用到哪些的这个比较特殊的食材？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丝瓜小笼汤包哈，我们今天选用的是这个澎湖角瓜哦，澎湖角瓜哦。待会我们会先把它头尾先把它切掉，削完皮哦。好，为什么要用这个角瓜？哈，因为角瓜它里面呢的籽比较少，对不对？然后它的皮比较厚。对。啊，其实我们就是要吃它这个皮比较厚，里面这个白色的部分比较少。是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特殊的处理方式啊，请老师分享。好，那我们削完皮之后，我们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囊啊、籽啊，全部都不要，对不对？对对，因为这个对。待会我们在吃的时候，这个口感非常的不好哦。哇，老师都丢到垃圾桶，要是我就会把它拿去熬汤，或者煮稀饭。对哦。好，那这个我们就把它给切掉，然后我们再来稍微改个刀哦。老师，你知道这个丝瓜小笼汤包有时候它这个在不是丝瓜的季节哦，是有一些这个店哦，它还不提供哦，而且价格非常的贵，不便宜。是，因为它要削掉的部分也很多了哈，它的耗损蛮大的。是，对。好，那我们就把它切成大概比骰子再稍微小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大小。是，切这个食材备这个食材的时候，这个角瓜丁不要切得太大颗，因为待会你如果切得太大颗的话，待会我们要入这个馅你这个会非常的不好去包制，会造成待会我们下一个动作的一个很大的困扰，而且包出来的汤包的外形也会很不平整，所以我会建议在这个部分角瓜切的部分，我们就大概切成大概1×1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绝对不要超过哈。是，好，好。那我们切完这个食材，可能现在来打面团。对，好。那这个面皮的部分我们准备这个中筋面粉300公克好，一样，我们先慢速的来这个打匀。水的话，冷水150公克。我们慢慢的下去我们在打任何的面皮，以台湾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以2:1，面粉是2，水是1，打出来的面团它的柔软度、湿润度绝对会有一个基本的标准。然后再来第二次，你在打面的同时，你再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手感，你喜欢硬一点的、软一点的、干一点的、湿一点的。否则你不管市面上你任何的面粉，你不晓得它的吸水性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先用2:1的比例，先去抓取你下一次要做的那个面团的软硬度。那这个面团一样，我们也是把它打到成3光的这个状态。老师在打面团的时候，我们这个馅要不要来？好，先把内馅准备好。好，那我们这个小笼汤包的这个材料有我们刚刚切好的这个角瓜澎湖角瓜，然后白虾仁。不要去用炒虾，跟大家建议用白虾仁的虾子。然后这个呢是猪板油，猪板油就是猪背油的部分，请你把它搅细的猪板油、猪背油，再来这个嫩姜，不要选用中姜，
用嫩姜末。对，因为你中姜的话，待会你入口的时候会有点辣口，而且会渣渣的，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选用的是嫩姜末的这个材料。好，那我们来下这个澎湖丝瓜的这个材料啊，这边有一条澎湖丝瓜的一个量啊，再来我们和我们的这个白虾仁丁切成丁，然后再来加入我们的嫩姜末，好，再来加入我们的这个猪板油待会这个丝瓜汤包，它的汤汁的来源会源自于我们的这个角瓜跟这个猪板油的基础的汤汁。那我们先把它和均匀。先把它和均匀。和均匀之后，我们再来下这个调味料。好，这个我们先和均匀完之后，我们来做一个基础的调味，来盐巴，来糖，好，这个胡椒粉我们先把粉状的调味料，我们先和均匀，再来下液态的调味料，这个是调味的基础的一个流程。不要把所有的调味料第一时间全部都把它下进去。你液态的调味料，香油、酱油，它整个把你的食材包覆住之后，你要调粉状的调味料，你会入不了味。好，再来下我们的香油。丝瓜汤包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说我们要包制的时候，我们再来马上拌，马上包。因为当你碰到这个油，碰到这个盐巴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出水了。容易出水的情况之下，待会我们要包制的时候，你会很不好包制。好，我们这个面团已经也打好了。好，那我们这是刚刚我们打好的这个面团刚刚也醒面醒了大概20分钟左右那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个拆面的一个动作了我们先把这个面团切成一个长条状，把它稍微搓成长条。我们每一颗面皮的剂值以6到7公克为主，6到7公克。好，我们撒一点熟粉，好，真的要仔细看了像我每次到这个百货公司啦，或者是说这种小笼包的专卖店我特别喜欢站在橱窗看大家在包这个小笼包。我听说他在包的时候，他也要13个卷吧？一般13折吧。像外面的某个名店，它是以17折、18折为主那当然这个没有规定说一定要达到几折啦只是说这个从蒸笼盖一打开，当下的视觉效果会稍微比较看起来会比较均匀一点。OK， 好，那我们来擀制这个面皮
所以也是跟水饺皮一样，就中间厚，是2个了哦。我们也一样啊，包8个哦。老师，这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诀窍？我觉得我老是擀不好哎。好，那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口诀不管你任何的面皮的大小，以面皮我们先擀到1/3处，擀到1/3处呢，转1/4，擀1/3，转1/4，你只要心里面默念这个口诀，好，再来，你3分力出去，3分力回来，5分力出去，5分力回来，这个3分力、5分力关系到你擀出来面皮的厚薄度，你只要不管你的面皮剂子的大小，擀1/3，转1/4圈，4/4，擀到1/3，转1/4圈，好，你就把这个口诀默念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一个圆基本上是转4次，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一般在擀的话，就大概8下到9下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就行了。对，这个纵使从来没有碰过擀面杖的这些同学1次、2次、3次，你只要把这个口诀默念在心里面，7次、8次、9次、10次，老师这个转了10次。1、2、3、4、5、6、7、8、9，9次。对，大概9到10次。所以就是基本上是2圈在1点，对不对？是。最后的那几下，只是我们再把这个面稍微把它修得平整一点。对。老师已经8颗了吗？好。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包了，对不对？对。那包这个像这个馅料它一下子就马上出水。出水，对。对于这些初学者，绝对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困难度。是。所以我们在包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面皮稍微擀稍微大一点点。对。然后尽量不要去碰到这个面皮的边缘。因为有油，你一碰到边你就包不起来了。对。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做包子，我就不敢尝试包这个小笼汤包，我觉得太恐怖了。好，那我们在包的同时，我们只要顺着这个边缘，打折就行了。包这个丝瓜汤包就要轻手轻脚了。11、12、13、14。老师一个也给我包看看吧。好。我给自己找麻烦。对啊，名师在前面呢，我就要看看我到底平常包的是哪些地方不对。因为这个馅料会比较湿润，所以这个会稍微有点包不起来了，高技巧性。好，你看老师是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为什么丝瓜汤包会有一个很高难度？老师这怎么办？这个我们就重新裁掉了。对。所以老师一直强调老师，那我可不可以说这个先把它冰箱，不然那个油也很容易化掉啊？也没办法，它一下就出水了。来，我们包这个汤包，必须轻手轻脚了，已经轻手轻脚。我一定要再来试看看。又不能包少一点，对不对？对。老师一定说：“厨娘，你是来乱的吗？”老师又跑出来了。是这个就是好吧，我就只好去外面买了。这个我真的是不敢尝试，太恐怖了。这个虽然包的形还行，对不对？但是你看，我已经包很小了，老师。是因为这个汤汁很湿润，所以它不像这个猪肉馅的话是啊，对，它组织架构比较，而且还可以偷偷先拿去冰，对不对？然后再来包啊。这个是也没有办法冰。你冰你拿出来包的时候，它也马上就出水了，对，所以这个技巧性真的是稍微有点高。手脚心很烫。
幸好我们有多的这个对饺子皮，不是饺子皮了，就是小笼包皮了。你看这个，天哪！哦，所以难怪这个小笼汤包真的是啊，有时候有些店他不愿意卖，因为你花太多时间，其实也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啦。而且这个一定要老塞照包保存又不易，对，保存不易，而且它这个马上点马上包，而且这个对，如果一次来个3桌5桌，你光忙这个，你其他事情就不用做了。对，所以我就是很能够体会为什么说人家他卖贵啦，其实都是有道理在的。然后你实际包了你就知道，那这一颗怎么办呢？对，就算不用钱了，大概也没有人愿意欣赏了。所以老师，我说我请这个制作单位跟您联络的时候，说我要做丝瓜小笼汤包，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厨娘我包是没问题，但是观众有办法包吗？因为会点这个真的是老饕客，真道地的美食家才会去点到。对，我只要是去那个小笼汤包店，我一定会点这道丝瓜小笼汤包。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做不来这个不是说我自己有要尝试多努力啊，因为这些真的是没有3两山是不敢下梁山。而且这个真的是要包到整个你的收口处是又呈现干燥的状态，这个真的是要很巧力。是啊，你看我这一颗我现呢想说跟老师一样，结果还是不行。这一颗呢我又掏假包啦，想说包小一点总行吧，还是一样露馅。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老师就示范6颗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蒸笼呢，水已经开了，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直接蒸，然后8分钟好，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小笼汤包丝瓜小笼汤包应该已经好了，对不对？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好，观众朋友让大家看一下，哇，白白胖胖的，真的是。老师好香哦，很香哦。那丝瓜就是那种很夏天的味道，很清香，很鲜甜。对，很鲜甜的味道好，这是老师呢带来的丝瓜小笼包吃汤包的口诀。轻轻提，慢慢移，开小窗，喝口汤，一口光，满口香。好，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丝瓜小笼包原来是这么做的。是。